要变天了，咱们赶快找个地方去躲一躲吧。公子，我到前面去探路。好。公子，什么事？公子爷，你看，鬼火，还真有点邪气。公子爷，我看看去。公子，你看。公子，是一帮邪魔歪道在此聚会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走了一天的路，有点累了。这个臭地方又不太好，回去吧。真是难得，今天疯子哥的性子居然改了。啊，表妹，这里不干净，咱们回去吧。全听表哥的。既然知道邪魔歪道在此聚会，我们这几个不成气候的妖魔鬼怪，没空跟他纠缠，走吧。小畜生这就想走，真想走也得向老祖宗。公子，让我去教训教训这个狂徒。他们不知道咱们是谁，由他去吧。是。好，就放过你们，不过这个小妞得留下，给老祖宗解解闷。怎么还不把小妞送上来，免得老祖宗一不做二不休，扫荡了这批妖魔鬼怪的巢穴再说。表哥，是川西碧灵洞桑土公一派。这儿离川西很远，也是桑土公的地界。表哥，这是……小姐，这是斩草除根。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这样也是为了免除后患。往前走吧，看看去。公子，漂亮，真漂亮。继续走。奇怪，公子怎么了？这些人的武功路数都不一样，不是一派的。不错，冤家是越结越多了。何方高人，感到万仙
人放在眼里吗？在下和朋友匆忙赶路，不知道众位在此相聚，多有冒犯。如有误会，大家一笑置之，请各位借道。公子爷，听起来人还不少呢。你们出手伤了我们的人，就这样放你们走？36洞和72岛的脸皮往哪儿搁呀？啊！不知者不罪。36洞洞主、72岛岛主的大名，在下素有所闻，当然不是有心得罪，在下实在是无意冒犯，请各位恕罪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轻易地混出去吗？在下敬重各位是长辈，先礼后兵，将客气话说在前头。不要以为我慕容复就怕了你们。是以彼之道还是彼身的姑苏慕容吗？不敢，正是在下。姑苏慕容复有礼。慕容复，我们知道你的名头很大，但来万仙大会搅和，那你也太小看我们了。我们都听说过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要以我之道还施我身，该怎么办呢？啊？阁下是？老夫是想看看姑苏慕容到底是有真才实学，还是徒有虚名。我来问你，你要以我之道还施我身，该怎么办？可没想和你套近乎啊！既然如此，在下就奉陪几招，请出手。慢！我是在问你，不是和你动手。你要答不出来，那以彼之道还施彼身8个字，趁早给我收了起来吧。好大的名头！嘿嘿，我36洞72岛的朋友们散处天涯海角，不爱理会中原的闲事。哎呀，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啊！像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也居然敢在江湖上划分南北！哎呀，真是好笑，真是无耻！你想走也不难，就给36洞每位洞主，72岛每位岛主都刻上10个响头。算了啊，800、900、1000，一共刻上1080个头。哎呀，小子，你得刻上1080个头啊，老夫才放你走啊！笑话！
事。两个小心！慕容复斗胆向川西毗邻的桑土宫讨解药，救我2位兄弟。慕容公子，难道你不知道桑土宫除了独门暗器，遁地术也很高明吗？公子，借剑。快拿解药！把解药拿出来！你放我下去！我要把你放下来，他会抓到你，我怎么放？快把解药拿出来！
慕容复，我杀了你女人，你信不信？试试动他一下，叫你生不如死！慕容复，我吴老大说到做到，真的不怕，真的不向我求饶吗？哼，你以为拿个女人来威胁我，会管用吗？我求饶啊！我求饶！我求饶！我求饶啊！哎，我求饶！我求饶！你千万不要伤害王姑娘！啊！哎，王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段公子，是你？是我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人。怎么是东西呢？王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王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段公子！啊！啊，王姑娘，我背你走啊！段公子啊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一直挂念着姑娘，所以就偷偷的跟着你。你是不是很累啊？啊，不累啊。真对不起啊，我让人家点了穴道，我动不了了。你难受吗？要不你教我怎么解穴道，我帮你解开啊！啊，不用了，这个穴道它在哪里？你告诉我啊！在我的在哪里呀？啊，在我胸口啊！表哥，表哥他们还没有出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得去救他们。他只想着他表哥。好，今天就做个了结。我段誉成全他的心愿，就为慕容复而死吧。你在这儿等着吧，我去救你表哥。不行，你的武功时灵时不灵的，怎么救啊？没关系，大不了一死啊。那怎么行？那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也不一定会死啊。你背着我吧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啊？那我就背着你好了。来。抢6层，点了天龙穴。好。闪到身后，进到后心。表哥，你等稳
力，点天灵穴。哦，快走，快走！快点，已经耽误不少时候了。这次万仙大会这么隐蔽，到底为什么事啊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慕容公子，你为洞主岛主，为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何苦如此狠动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什么人？是气的，没有了，人都没了，这好了啊？不是，什么人呢？中毒之人危在旦夕，还是先救人吧。敢问何家是？在下姓卓，卓不凡。原来是卓先生，难怪剑法这么高明。哎呦，哎呀，原来是这么。剑神卓不凡，哼，剑神的面子我是要给的。大家的意思呢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多谢了。凭虚临风，好轻功。那也不及这位公子的轻功高明，背着一位姑娘，还能来去自如。啊，段公子，你还是放我下来吧。哦，大家因误会冰刀剑，太不值当了。不如大家给我个面子，化敌为友。先请桑土空取出解药好了。我兄弟没事，我就不欠你了。在下路过此地，不知众高人在此相聚，多有得罪了。卓先生出头化解误会，在下十分感激，后会有期，就此别过。慕容公子，我吴老大今日结识你这样的英雄好汉，志感荣幸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再会。慕容公子留步。吴老大，36洞洞主、72岛岛主在此聚会，是为了那个天山童姥吗？我们众兄弟散处四方八面，难得一见。今日在此聚会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吴老大，你知道慕容公子是什么人吗？北乔峰南慕容，这谁不知道？那就是了。这样的大人物，你们却失之交臂，不可惜吗？这，慕容公子侠义名扬天下，你们既然受尽了天山童姥的凌辱，想要奋起反抗，慕容公子慷慨侠义，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众位武功高强，就算有天大的事也应付得了，何况有卓先生这样的高手相助，还有什么对付不了的呢？在下确实有事，也怕耽误了众位啊。慕容公子，莫非你怕了那个人？哈，在下实在不知，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呀？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，天山童姥。他怎么知道的？对呀，天山童姥是谁啊？在下确实不知，况且我与那人无冤无仇，实在是爱莫能助。且慢，
吴先生有什么话要说？慕容公子，我们这里的事你全都知道了，这关系着几百人的大事，36洞72岛的生死存亡全系于一线之间。如果让外人知道了，你是信不过我了？哈，绝没有这个意思。慕容公子，因为这件事牵涉太大了，我们不敢冒这个险。哼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不能走啊？绝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不会泄露一个字就是了。我慕容复说过的话，没有不算数的。慕容公子，我们36洞72岛的众家兄弟，数十年来受尽了煎熬，我们实在是忍不下去了，豁出性命也要干掉这个老魔头。求你伸出仗义之手，大恩大德永不敢忘。永不敢忘。36洞72岛之中不乏高手，如果今日我助他们一臂之力，以后可要他们帮我实现复国大业。这里这么多好手，实在是一支精锐之师啊！快快请起，众位英雄，快快请起！慕容公子，你是答应我们了？公子，众位英雄不嫌弃在下，我慕容复供各位差遣就是了。慕容公子果然是人中龙凤。哈哈，卓先生过奖了。吴老大，大家同舟共济，关于天山童姥的事，你还得说给我们听听，大家好做准备。好，慕容公子、卓先生和各位，大家都不是外人了。说出来大家不要见笑，我们36洞72岛的众家兄弟，看起来是逍遥自在，其实个个都受童姥的约束。老实说，我们都是他的奴隶。他1年当中2次派人前来，把我们是痛斥一顿，骂的是狗血淋头。哎，你们一定认为我们挨了他的痛骂，心里会很气愤吧？其实不然，他骂得越厉害，我们越是高兴。非也非也，这就奇怪了，天下居然有这么贱的人，给人家骂得越厉害，心里就越高兴啊！嘿嘿，包兄有所不知吧？这天山童姥派来的人，如果狠狠地责骂我们一顿，这1年的难关就算过了，洞中岛上都要大宴数日，欢庆平安。哎，做人做到这般模样，果然是贱得很了。童姥派来的使者，不骂我们孙子王八蛋，不骂出18代祖宗，那就派人来打。运气好的，不把腿打断了，多半还要设宴庆祝呢。岂有此理！这天山童姥到底什么来头？这样横行霸道，欺人太甚吗？段公子说的是，童姥欺压我们，虐待我们，连猪狗都不如啊！他要是派人来打，那就更狠了，用猛鞭抽，背上钉钉子，什么手段都用啊！大家看，哎呀，这惨不忍睹啊！是啊，那算什么？你看看我后背的腹股钉。反了，反了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恶人呢？我段誉决定和大伙齐心协力，为武林除去这个大害。多谢段公子仗义相助，我们在此聚会的人，没有一个没受过童姥的欺压。说什么万仙大会，那是往自己脸上贴金；要说是百鬼大会，这才是名副其实啊！哎，我们这些年所过的日子，恐怕连阿鼻地狱的鬼魂也不过如此啊！往日大家怕他的手段厉害，哎，只好忍气吞声的苦度光阴。幸好老天有眼，这个老贼婆横蛮一世，她也有倒霉的时候。各位被天山童姥所制，不能反抗，是不是因为这老妇武功绝顶高强，和他动手每次都失败啊？这个老贼婆的武功到底有多高，谁也不知道，深不可测，深不可测。啊，你说他也有倒霉的时候，是怎么回事？哈，我们众位兄弟在此聚会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今年3月初3，我与天风洞的安洞主、海马岛的钦岛主
采办了珍珠宝贝、山珍海味、绫罗绸缎，还有胭脂花粉等物，送到了缥缈峰。非也非也，这童姥莫非是个老妖婆子？既说是姥姥，为什么还要用到胭脂花粉呢？这老贼婆身边的侍女倒是为数不少，是年轻女子要用胭脂花粉，可是峰上没有一个男子，这打扮起来给谁看呢？想必她打扮起来是给你看的吧？哎，哈哈，胞兄取笑了。我们上缥缈峰的时候，眼睛都给蒙上了黑布，只能听到声音。这次老贼婆嘱咐的药物有几样实在是太难找了，我们猜想这回责罚肯定会很重。没想到这老贼婆什么都没说，就让我们滚了。当时我们马上下山，发现山路上有几具尸体，其中一个我还认识，叫九义道人，是西夏国一品堂的高手。九义道人，江湖上传言说是姑苏慕容下的毒手。胡说八道！什么八位和尚、九义道人，我们连见都没见过。江湖上传说的肯定是假的，因为如果慕容公子要夺取他的性命，肯定以九义道人的雷公党伤他才对啊。可是我亲眼所见，九义道人身上有2处伤，全是剑伤。2处剑伤，这倒奇了。卓先生果然厉害，一听就知道其中必有蹊跷。这九义道人身上有2处伤，全是剑伤，这事就不对了。哎，慕容公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猜这九义道人的2处剑伤，一处是在右腿的风石穴和浮兔穴之间，另一处必是在背心的悬殊穴，一剑斩断了脊椎骨。不知对不对？姑娘，难道姑娘当时也在缥缈峰？西域天山，万里迢迢，我这辈子也没去过。那姑娘听谁说的？我只不过是乱猜罢了。九义道人是雷电门的高手，和人动手，肯定要施展轻功。他左手持铁牌，唯一的破绽肯定是在右侧。如果使剑高手真想伤他，那必定刺他的右腿。右腿伤后，九义道人肯定会举牌护胸，那敌人自然会趁机斩他后背。我猜这一招肯定是用白虹贯日。以九义道人的武功，用剑本来不易伤他，但是既然用了剑，这一招当然最合适。哎，佩服佩服，姑娘分析的透彻，简直跟亲眼所见似的。王姑娘，你想怎么杀我，就大声说出来。啊！段公子武功高强，乌某佩服。在下完全不会武功，全是靠王姑娘指点的。乌某今天才知道，天下之大，武功高强的人并非天山童姥一个人呐。吴老大，你还没说完呢。那2道剑伤究竟有什么不对啊？九义道人身上有2处剑伤，这就是说，下手的不是天山童姥。没错，我也这么想。因为天山童姥杀任何人都只用1招。哼，那也有可能是别人杀的呀。哼，缥缈峰100里之内，如果要杀人，一定是他亲自出手。他杀人向来只用1招，哪有在对手身上连下2招的道理？所以你们见到尸体之后，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。不是他老了，武功衰减了，那就是已经死了。令九宫的主人，可能已经不是天山童姥了。啊？不是了？怎么回事啊？童姥掌握着我们的生死符，我们必须听命于他。如果他把生死符交给了第2个人，我们还要做别人的奴隶。你们决定攻打缥缈峰，就没有去缥缈峰再查过吗？我每次去的时候，都怕碰见里面的人。这次我鼓足了胆儿，去里面探查了一番。
不怕大家笑话，我看见那女童瘫软在地上，我也高兴地坐在地上。哈哈，来来，抬过来。他怎么现在叫？这个小女娃。这个女娃娃，便是吴某从缥缈峰上擒回来的。我抓到这个女娃以后，马上下山，然后一再盘问。可惜呀，她是个哑巴。看来她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样对待一个孩子，太残忍了吧？残忍？比起天山童姥，天下还有更残忍的吗？你们要报仇，该去找天山童姥才对啊！对付一个小姑娘有什么用呢？当然有用。诸位兄弟，今天咱们齐心合力反了缥缈峰，今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大伙歃血为盟，以图大事。有没有不愿意干的？我们愿意，我愿意。各位兄弟，请大家取出兵器，每人向这个女娃娃砍上一刀，刺上一剑。这女娃娃终究是缥缈峰的人，大伙的刀头喝了她的血，从此跟缥缈峰势不两立。就算再有三心二意，那也不容你再畏缩后退了。慕容公子，慕容公子，你必须制止才行啊！范公子，咱们是外人，不便随便干涉。不要！公子，那是不是？抓住他们！哎，我认识，你是少林寺的师傅虚竹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。啊，你说什么？那个人是少林和尚？胆小鬼，只想到逃命。谁在说话？我是你姥姥。小妹妹，别闹了，现在很多人等着杀咱们呢。你快进来，我背你上山啊！快，来呀，快呀！吴老大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杀！管他什么少林武当，连那个小和尚一起杀死。咱们人多，分头追，就是搜山也把他搜出来。公子爷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当然不能欺负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和尚，是不是，公子？慕容公子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是不是，慕容公子？小妹妹，说，你这个戒指从哪儿偷的？啊，出家人不可偷盗，这是一位老前辈给小僧虚竹的。胡说八道！你是少林和尚，他怎么可能把戒指给你？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抽了你的筋，扒了你的皮，
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小妹妹，喂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你小小年纪，这也太无礼了吧！你叫虚竹？嗯。林玄会虚，你是少林第37代弟子。玄慈、玄悲、玄苦、玄难这些个小和尚都是你的师祖。说呀，我问你话呢。你说的是不错，但你称本寺方丈大师为小和尚，这也太无礼了。这个，我和他师傅灵门大师平辈，我叫他小和尚，有什么无礼呀？啊？你到底是谁？还问？要不是我看在你救我有功，姥姥早就一掌打死你了。姥姥，请叫你尊姓大名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我问你，你这戒指从哪儿弄来的？这戒指确实是那位老前辈给我的。小僧是少林弟子，实在不能收受。可当时那位老前辈快不行了。快不行了？他怎么了？他死了吗？啊？他长什么样子？快说呀！啊？他胡子很长，脸很白，长得像个老神仙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不能死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可能不行的。他一身武功，一身武功，一身武功。你，臭和尚，乌鸦子一身武功，他不散功，他怎么能死？说，你在哪儿遇见他的？啊？你说的是聪勉先生苏星河的师傅吗？废话，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居然敢说他把戒指给你，真是厚颜无耻，大胆之极！小僧没有骗人，小僧确实是在一个山上，无意间破解了那个真龙棋局，就遇到老前辈了呀。真龙棋局几十年来难倒天下多少人，凭你也能解得开啊？凭小僧自己自然是解不开的，但当时聪面先生逼小僧落子，小僧就闭上眼睛胡乱下了一子，谁知道误打误撞就给解开了。哎呀，罪过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怎么可能？快钻进袋子里面！快点，快点！他们追来了！快呀！你先来防，留下满地脚印有什么用啊？啊？那怎么办？上树啊！啊！上树！哎呀！这树这么高，怎么上啊？看你内力不弱，怎么武功这么差？连这点粗浅的轻功也不会，你提起跳一跳试试。好。嘿，哟，嘿，呀，呀！哎呦！啊，姥姥，你没事吧？哼，小和尚，你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敢压我，总算对姥姥有礼。姥姥就教你轻功心法，听好了。上月之时，双膝微屈，提气丹田，等觉得真气上升时，就放松筋骨，气压玉枕穴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哦，
明白了，明白。那我先自己试试，别再摔着你啊！是什么事？回来没时间了。姥姥叫你的没错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！西河施主，你下来吧。啊！听见没有？快下来！好。快下来！哇！小和尚，我渴了。哦。看你的样，真没出息！这么点粗浅的功夫也能乐成这样，快点！是。别我问我的，你的内功不是少林的，说，跟谁学的？这是乌鸦子老前辈临死前传给小僧的。乌鸦子老前辈先化去了小僧的少林内功。看来乌鸦子真是把逍遥派掌门之位传给你了。哎，到那边歇会儿。小和尚，过来。姥姥，这么说，乌鸦子真把逍遥派掌门人的位子传给你了？是啊，老前辈是这么说的。什么老前辈？乌鸦子是你师傅，你怎么还叫他前辈？这个，姥姥，小僧是少林弟子，不能改投别派的。那你是不愿做逍遥派掌门人了？我当然不愿意了，小僧是少林弟子。那好办，你把戒指给我，我替你做逍遥派掌门人的位子。姥姥，你来做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给。乌鸦子还给你什么了？哦，乌鸦子老前辈还给了我一幅画。画？他让我去大理无量山学什么北冥神功。什么画？打开。他要这贱货教你武功。他要死了，还不忘这个贱货！饿了吗？还真是有点饿。
这里有很多羚羊，还有梅花鹿和竹鸡。我教你一门平地快跑的轻功，你去给我捉些来。啊，姥姥，出家人不可杀生，我是宁可饿死，也不会沾荤腥的。贼和尚，难道你从没吃过荤腥吗？小僧曾经受人欺骗，吃过一回荤腥，但那是无心之失，佛祖不会怪罪我的。反正现在要我杀生，我不干。哼，你不愿意杀鸡杀鹿，却愿意杀人，岂不更是罪大恶极？我什么时候愿意杀人了？等太阳到了头顶，我要是还没喝到鲜血的话，就死了。好端端的，干嘛要喝鲜血啊？我每日中午要是不喝鲜血，全身真气沸腾，姥姥我就活活烧死了。不杀生是佛门第一戒，让我杀生我办不到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来呀！他们在这儿呢！快来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！姥姥，那个岛主，还有那个，你过来，我教你几手功夫，你去把他打倒。我不杀生，不算破戒吧？不杀生就好。可我怎么打得过他呀？笨蛋！乌鸦子是苏星河和丁春秋的师傅，他把70多年的功力都传给了你，一个破岛主怎么能和你比？跟我学，伸出右手，真气运到左臂，跟着左手食指点敌人腰间，一定要准。要是有半分差错，不但连敌人也打不倒，自己的命也得丢，知道吗？真是太笨。小和尚，你逃得很快呀！看你还往哪儿跑！啊！怕什么？出招！哦！小和尚，敢跟爷爷动手！啊！哎呦！姥姥，他有刀怎么办？地上有松球，捡一把。好。姥姥，砸的干嘛不用石头？你不是不杀生吗？快，用我刚才教你的那招，用中指运真力把松球弹出去，快点！打歪了！小和尚，耍大爷我呢？笨蛋！你没有两手指头啊？哦。啊！你那是干什么？他死了，我喝他的血治病，不行吗？他死了。吴先生，
小僧实在不知道松球能伤人。小僧犯了杀戒，实在是罪孽深重。我要知道松球能杀人，我怎么着我也不会扔啊！臭贼徒，你内功高强，我吴老大技不如人，死就死了，你还说什么风凉话？什么松球不能伤人啊？这北冥神功我是知道的。什么北冥神功啊？哎呦！今天是便宜了你这个小和尚。北冥神功本是不外传的，你能学会，也是缘分。吴老大，眼力不错呀，还能瞧出这手功夫。哎呀，你是谁？你不是哑巴吗？怎么说话了？给他服下。这是九转雄蛇丸。不错，你还真有点见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缥缈峰的什么人？我救你是因为我用得着你。我一心想抓你回去，和众岛主杀你立盟，你怎么用我？光明磊落，是条汉子。这是八荒六合，唯我独尊功。你是谁？童老的弟子吗？我刚才给你服了几粒药丸？2粒。灵鹫宫九转雄蛇丸神效无比，何必要用2粒？再说，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也配服我2粒灵丹吗？那另外1粒是？看看你的玉堂雪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死符所在？你给我吃的是断筋伏骨丸。你不用惊慌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快就死的，我还用得着你。断筋伏骨丸是什么？就是让你全身软筋都断了。那是嘴巴不能张，舌头不能动，然后，你只要给我乖乖的听话，我不催动，毒性10年也不会发作。吴老大，姥姥，吴老大不见了。吴老大，吴老大，姥姥，路来了。去这么长时间，你连路都打不过了。和尚，生火烤鹿肉。啊！哎呦，罪过罪过，不能杀生，不能杀生。午时到了。又吸血了。罪过罪过。
行了，去把它给烤了。是。你怎么好像长大了？眼力不错嘛，居然看出我长大了。但身体好像没长大。天山童姥身材勇如女童，自然是长不大的。天山童姥，你是天山童姥？你当我是谁呀？姥姥我身如女童，难道你眼睛瞎了，瞧不出来吗？哎呀，我早该知道，我真是天下第一号大笨蛋呐！我以为你是灵鹫宫的小丫头，没想到你就是天山童姥。哎呀，我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哎呀，我该死，该死！哎呀，该死！你呢？你认为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以为你是个借尸还魂的女鬼。放屁！什么借尸还魂的女鬼？你明明是个小女孩，却偏偏让我叫你姥姥。要不是鬼魂附身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小和尚，异想天开。哎，你有机会没杀我，现在后不后悔呀？啊？不错，我实在是后悔呀！我3次上缥缈峰，听过你的声音，可是我的眼睛被人蒙住了，没见过你的面，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哎呀！不但你听过我说话，36洞72岛的妖魔鬼怪，听过我说话的人实在是不少。我要是不装哑巴，早让你们给杀了。你武功那么高，杀人不用第2招，我怎么抓你时，你不反抗啊？我还得谢你呢。那天正好有一个武功高强的仇人要来，姥姥我身子不适，正愁难以对抗。多亏你把我抓走，才让我躲过了这一劫。可是你抓住我之后，说我假扮哑巴，以种种无理手段对付姥姥。你还邀集36洞72岛的妖魔鬼怪，决心背叛我。你知道下场吗？姥姥，不知者不罪，不知者不罪呀！姥姥，求你饶了我吧！我实在是不知道你是姥姥啊！我要知道你是天山童姥，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冒犯您呐！姥姥，饶命啊！姥姥，饶命啊！姥姥，站住！饶命啊！你去哪儿？姥姥，小僧这几天做了不少傻事，这就要告辞了。你做什么傻事了？姥姥，你武功威震天下，小僧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深浅的出手救你，让姥姥你笑话了，小僧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。你起来，再给我弄条路来。是。小和尚，你确实救了我，不是做了什么傻事。天山童姥平生不向人道谢，但你救了我，姥姥一定回报。你这么高强的武功，何必用我来救你？姥姥所练的功，叫做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。这功夫威力奇大，但有一个不利之处，每隔30年便要返老还童一次。返老还童，这不很好吗？我看你这小和尚忠厚老实，又救了我的命，还和我逍遥派渊源极深。姥姥就告诉你吧，我6岁开始练这门功夫，36岁返老还童，花了30天；66岁返老还童，花了60天。
我今年96岁，返老还童就得90天才能恢复功力。你今年96岁？我是乌鸦子的师姐。乌鸦子要是不死，今年93岁，我比他大3岁。这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是一门神奇无比的内家功夫，只是我练得太早了，6岁开始修炼，所以比别的女子身小，老是这样。哦，我听我师父说起过，说练手少阳三焦经脉就能这样。不错，少林派不愧是天下武学之首，连你这么个小和尚，居然也有这样的见识，不简单呐。我也是听我师父说起过。哎，姥姥，你今年返老还童会怎么样呢？返老还童期间，武功全失，修炼1天，功力恢复到7岁，第2天恢复到8岁，第3天恢复到9岁，每1天等于1年，每天必须喝鲜血才能练功。我有个死对头，他知道我功夫的练门，算出我返老还童的日子，要来找我寻仇。姥姥我正愁没办法对付他。哼，正好那个吴老大闯上山峰把我抓走了。那天我正好练到第3天，功力只有9岁的根本没法反抗，所以我只能装哑巴。前几天我一直找不到鲜血喝，要不是你，我再耽搁1、2天，真气胀裂出来，我就死了。我说你救了我，哪儿错了？那你恢复到96岁功力还需要85天，那就得杀85只梅花鹿或者羚羊。哼，小和尚这会儿聪明了。你武功虽然低，但是乌鸦子把他70多年的功力传入到你的体内，你现在好比是个大财主，祖宗把万贯家财都传给了你，但是你不会花。姥姥我就教你怎么花。你练1个月就能有点小成，勉强可以和我那个死对头较量。前辈，小僧是少林弟子，不能学别派的武功。什么少林弟子？你的少林功夫早让乌鸦子给花光了。那小僧就回少林寺从头练起。反正我是少林弟子。你，姥姥，鹿来了。今天鹿血喝过了，你把它给我宰了。不行，姥姥，这鹿这个……好啊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可以不杀鹿。但你要是不听，哼哼，你信不信？我把这山上所有的鹿都杀了。我信，姥姥，你把这小鹿放了，虚竹听你的吩咐就是了。你把鹿给我放了，一边待着去。是。你过来，我先教你心法。给他敷上。虚竹师傅不杀生，从今天起，你也不许吃荤，只能吃松子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敢吃肉，姥姥，我知道。
一边给我带着去。是。多谢姥姥不杀这只小鹿。小僧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废话，赶快给我练功。哎，快点。太快了！这才是逍遥派的风格。退，退。不错，你虽然悟性不高，但是终究勤能捕捉。姥姥，小僧这几天能学会天山折眉手这样高深的武功，全靠姥姥精心赐教。学会，还差得远呢。不过，你已经能使出3成功力的北冥神功，武林中的那些乌合之众，早就不是你的对手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姥姥，你的声音……我现在已经恢复到36岁的功力了，但是身子是长不大了。姥姥，你背后有一个……